歡迎大家收睇 ePrice Hong Kong 嘅 channel， 我哋一齊嚟睇下呢兩日嘅科技新聞。Sony 手機日本市場跌出 Top 5，仍然能夠獲利。分析指 Xperia 靠呢個關鍵。Sony 最新旗艦手機 Xperia One 7會喺本月中發佈，強調 Xperia Intelligence 嘅人工智能技術，並且強化相機同埋音訊功能。雖然產品嘅討論度唔低，但係 Sony 嘅手機業務喺日本市場正面臨萎縮同埋市佔下滑等等嘅挑戰。早前根據 MM Research Institute 嘅報告指出， Sony 已經跌出日本智能手機嘅市佔前5大，落後於好似小米、FCNT 等等嘅品牌。但係日媒分析指出，話 Sony 嘅手機仍然能夠獲利，所靠嘅係餘下幾個關鍵嘅因素。Xperia 手機點解會逐步收縮規模呢？ Sony 智能手機業務萎縮可以追溯到2014年之前，當時嘅背景係中國手機品牌以高性價嘅策略席捲市場。Sony Mobile 錄得2204億日元嘅嚴重虧損，甚至因為淨虧損1260億日元而拖累整個集團嘅營運。為咗避免全面退出，現任嘅 CEO 十時預樹佢提出確保獲利、唔追求市佔嘅策略，將產品線收窄到高階市場，專注喺 Xperia One 同埋 Xperia 10系列，唔再推出入門款或者係中階機，例如係 Xperia 5系列。相對地，市佔提升嘅品牌，例如小米同埋 FCNT 就以入門款式作為主打，透過薄利多銷推升出貨量。Sony 就避開呢一類嘅利潤微薄嘅競爭，將重點放喺售價較高，同時獲利亦都較佳嘅旗艦市場。喺生產成本高漲同埋日元貶值底下，仍然可以維持獲利空間。雖然市佔下滑，但係 Sony 手機仍然能夠增加利潤。報道引述 Sony 行動業務總監戴澤齊佢指出，2024年度雖然市佔看似下滑，但係新機嘅銷售量成長，令到整體利潤實際上有所上升。佢又補充話，手機嘅出貨統計包括舊機同埋新機嘅總量。如果新機佔比提升，咁自然就能夠拉高利潤率。Xperia One 6就係一個例子，佢嘅設計更貼近大眾市場，例如放棄 4K 螢幕同埋簡化相機嘅應用，令到用戶體驗更加直觀。佢又指 Xperia One 7就延續咗呢個方向，並且以 AI 功能為主打，試圖吸引更多嘅高端用家。Xperia 存續嘅關鍵喺電信商，即使策略明確， Sony 嘅手機業務仍然需要依賴日本3大電信商嘅支持。Xperia 喺日本仍然有品牌號召力 ，NTT Docomo、KDDI 同埋 SoftBank 都仍然持續引進佢嘅產品，包括最新嘅 Xperia One 7同埋上一代嘅 Xperia 10 6。雖然日本政府從2019年開始限制電信商對手機過度補貼，但係電信商仍然能夠透過一啲規範內嘅促銷方案嚟令到手機價格更加親民，例如2年合作綁約、舊機回收補貼、分期付款模式等等嘅方式，咁就令到原先售價好高嘅 Xperia One 7同埋6呢啲機種，透過電信方案可以以較低嘅初期成本入手，令到用家比較容易負擔得起。不過，一旦電信商縮減通路支援， Sony 嘅手機就可能會面臨銷量驟降。Xperia 5系列正正就係前車之鑑。2022年 Xperia 5 4仍然由3大電信全數販售，但係2023年嘅 Xperia 5 5 SoftBank 就已經唔再引進， KDDI 亦都僅限於線上銷售，結果就導致呢個系列嘅銷量不佳。最終2024年 Sony 就決定唔再推出新機。我哋再嚟睇下另一單新聞，連手機都賣埋，百佳超市網店引入 Honor、Vivo 手機，玩晒啦！超級市場通常俾人嘅感覺都係一個俾人買餸、買生活百貨、買日用品嘅地方，但係百佳就打破傳統，唔單止淨係賣呢一類嘅生活用品，而家就連手提電話都有得賣，包括有 Honor、Vivo 手機，咩都撈，錢都俾佢搵晒啦！百佳嘅網店引入咗部分嘅 Honor、Vivo 手機， Vivo 就有 V25 5G 嘅中階手機，賣價係1699，而 Honor 就有90同埋90 Lite。售價分別係3499同埋1799，呢個價錢網友又會唔會考慮呢？ Vivo V27 5G 嘅硬件規格方面， Vivo V27 5G 採用咗 6.78 寸 AMOLED 螢幕，支持 120Hz 螢幕更新率，配備 MTK 天璣72004mm 製程處理器，內置12GB RAM 同埋256GB ROM，電池容量係4600mAh，並且支持66W 快速插電。相機方面， V27 5G 用咗5000萬像素廣角
加800萬像素超廣角同埋200萬像素微距嘅3鏡頭組合，具有柔光人像系統，而前置鏡頭就係5000萬像素，支持追焦功能。以前置鏡頭嚟講，算係幾高像素。再嚟睇下 Honor 90嘅硬件規格。Honor 90採用咗6.7寸 OLED 螢幕，螢幕比例係19.98:9，解像度係2664×1200，支持10.7億種顏色同埋 DCI P3 廣色域，配備咗高通 Snapdragon 7 Gen 1增強版 2.5GHz 8核心處理器，香港版內置12GB RAM 同埋256GB 或者係512GB ROM， 電池容量係5000mAh， 手機支持最大66W快速叉電。相機方面 ，Honor 90具有2億像素 1.9 光圈超聲鏡頭、1200萬像素 2.2 光圈超廣角鏡同埋200萬像素 2.4 光圈嘅景深鏡頭。而前置鏡頭就係5000萬像素 2.4 光圈嘅寫真人像鏡頭。另外，手機會運行基於 Android 13嘅 Magic OS 7.1 作業系統。顏色方面有綠、藍、銀3隻色。Honor 90 Lite 嘅硬件規格。Honor 90 Lite 同樣採取6.7寸 OLED 螢幕，螢幕比例係19.9:9，解像度係2388×1080，配備咗 MTK 天璣6020處理器，香港版內置8GB RAM 同埋256GB ROM， 電池容量係4500mAh， 並且支持 22.5W 嘅有線快充。相機部分 ，Honor 90 Lite 具有3鏡頭設計，分別係1億像素 1.9 光圈嘅標準鏡頭。500萬像素 2.2 光圈嘅超廣角景深鏡頭，同埋200萬像素 2.4 光圈嘅微距鏡頭。前置鏡頭就係1600萬像素 2.45 光圈。手機同樣會運行基於 Android 13嘅 Magic OS 7.1 作業系統，並且有青綠同埋黑色兩種顏色。今日嘅科技新聞就嚟到呢度，我哋再會。